我们再把它推出来，好，这样就完整了。再一个。好，好，我们再来测试一遍哈。好，我们把这一个饮料杯再放上去，好，推进去。好，这样就是封口好了。封口好了之后，再把它推起来。要记住，它的膜要卷起来，有那个动作，你才可以拿出来。所以取出来之后，这个膜是很刚刚好的啊、哦。好，这个部分我们没问题。然后我们来给它，再给它一个，给它看。好，我们再来做一次，让你看一下这个封口机的它的完整的动作哈。拉远一点哈，来。好，这个杯子放上去，好，推进去。好，那封膜时间比较久，我觉得比较久，所以我把它调到这个最低。好了之后，我们把它拿起来。那往往的话，有时候你会发觉到，就是说在封口的时候，它这一个膜一直转的不停，你有可能电源这个部分没有让它这个膜没有放到里面的时候，它会不断的旋转那就是出现的部分问题，就是出自于在这一个电源的部分电源的部分一定要对这个黑点，它才会停止。好，那我们取出来的时候这样子可能不好举，你就推一下这样就拿起来了就这么简单然后再接下来介绍这个会附这个是做什么用的？这个就是套环。那套环，因为我们一般刚刚我们有介绍过，这个杯子它的口径从这里到这里是9.5公分的可是一般有些纸杯有些杯子它是直径从这里到这里是9公分，直径是9公分的，那怎么办呢？这个就是在封直径9公分的这个杯子，好，我们把它放上去。那因为我们手上本身没有这个90口径的这个杯子，所以你到时候就直接把你的90口径的杯子放上去就可以封了，就差别这样子不用的时候就只要拿起来，就是这样子好。这个部分我们就介绍完毕。